今次我哋離開呢一個美斯 LEGO 嘅套裝啦，呢一個係美斯踢世界盃經典嘅球衣10號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前面、後面、上面、左面、右面呢係用一個簡單嘅白色嚟到一個底色，然後就有一個實物砌完出嚟個樣啦。咁呢一次總共就有4包嘅零件，唔算太多又唔算太少嘅，砌出嚟大概我諗20分鐘就已經搞掂啦。基本上都係呢4包嘢啦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呢次嘅說明書係用紙本嘅說明書嘅，咁啊之前 Mario 呢嗰一半呢係用呢一個嘅電子說明書。咁我哋呢次可以見到總共有成4包，砌完之後有一個好大嘅美斯嘅英文，然後呢後面就有一個好巨型嘅10號啦。咁呢一個嘅動作呢，就美斯用佢慣用腳左腳射去門柱嘅一個 movement。後面呢就有美斯曾經踢過球隊，例如紐維爾、巴塞、巴黎聖日耳門同埋國際馬雅文呢一啲嘅球隊，同埋可以見到呢一次嘅美斯射球呢係有一個藍色嘅特效啦。咁整體嚟講係偏細，總括嚟講就唔係好大，又唔係好細。